关心这个走业务人的心声。即嘛天气真热，好人真正挡袂牢，像伫工地做事也想走外务。即款室外的工课，逐工都爱晒日头。最近伫新竹，都毋若一个人尔，这个走外务、走业务、晒干的热伤害送去病院。大家开始关心伫室外劳工伫高温下工作的权益。有人就话讲，希望讲会当有高温的津贴。超过90%人同意讲爱有高温的津贴，上无嘛爱有2、3千块。啊，有的工人表示讲，这款津贴爱政府来发。外送员伫咧日头下四界走总，难免去互日头晒甲头昏目暗。参照是最近伫咧新竹，都有2个外送员去互日头晒甲热伤害，极端的高温，互人化工实在挡袂牢。避免自己中暑啊，水分的补充，或者是说，甚至你也看到说毛巾这样子。降温的状态啊，可是是难免啊。虽然讲是热到规身躯东北落，也毋过为着讨炭，毋管日头有偌大，应该爱做的代志，一件拢袂当少。他们就会提到，他们现在工作的地方越来越热，然后在热爆的情况之下，当然就会产生像是中暑啊，或者是热危害等等的状况。以室内工课来讲，劳动部规定，按照热危害指数，也有工课轻重的程度，会对温度来调整逐工工课，也有休困时间的比例。顶炉、钢铁甲烧窑等等的工课，就伫咧这个规范内底。室外工课其实嘛有高温的指引来保障劳工，要求头家都爱随时注意天气的状况，提供饮料或者是有温的所在。要过日头晒伫咧劳工的身躯顶，未舒适咧烘肉，都有人话讲，敢会当互阮一寡高温的补贴呢？老板不要啊！老板不要。那你要做做，不做去别的地方做啊？对哦。你感觉有较理想？都嘛理想。政府补贴吧，老家唔补贴吧。当然是大家都会希望要有，可是因为景气的制度，或者说大家一些成本上的考量，所以变得是说大家都互相啊。根据97网站调查，有93%感觉应该爱制定高温的假期。针对室外工课有96%同意应该爱有高温工课补贴，至少嘛爱有2300块。极端的气候，互热伤害送病医人数，伫咧7月已经来到600多人。要如何保障室外劳工的权益，以防热危害？劳动部就爱好好啊想看卖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